大家好，我係 Cyrus， 歡迎你返到嚟跟我一齊學廣東話。今日我會繼續介紹唔同嘅交通工具。今日我要介紹嘅呢一種交通工具係長嘅，好似上一集嘅嗰個交通工具叫做港鐵，都係好長嘅，唔係短嘅，係長嘅。呢一架叫做輕鐵，輕鐵佢好似港鐵，但係輕鐵只會喺新界西北行走，唔係全香港都有。輕鐵喺地面行，而地鐵係喺地底行嘅。輕鐵行得比較慢嘅，地鐵行得快啲，快。輕鐵係咁嘅，係慢嘅。不過每一個站之間比較近，方便住嗰度嘅人去附近嘅地方。搭輕鐵你都係可以準備八達通，或者你可以買飛。輕鐵冇閘機，搭車嘅時候你去到月台會見到呢一啲嘅拍卡機，用你嘅八達通嘟一嘟，跟住你就可以上車。到站你要落車嘅時候，你又再一次見到呢一啲嘅拍卡機，再用八達通嘟一嘟就可以離開。記得一定要嘟一嘟，如果你唔記得就大鑊啦，因為如果俾人捉到你冇俾錢，係會罰錢嘅，會罰好多錢。千祈記住要俾錢。輕鐵去到呢幾個站係可以轉車搭地鐵㗎，所以都好方便。不過輕鐵比較慢，佢唔快。如果你趕時間，可能就唔好搭輕鐵啦。如果你係住喺屯門、元朗、天水圍，輕鐵你可能每一日星期一到星期日每一日你都會搭。如果你唔係住喺香港，有機會就去感受下輕鐵啦。今集我介紹咗輕鐵，下一集我會再介紹另一種交通工具。下集見，再見。